另外，咱要来关心的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气象局是针对台南甲高雄发布大阵雷公雨的即时通知。伫早起上班时间，台南市区有足侪所在拢已经淹水，所以警方是赶紧派人来指挥交通。气象局嘛提醒讲，这波大雨会一直落到拜六才会断好。 民众骑车冒险经过台南机场路边仔的小路，马上就去到相关单位动落来，就惊发生危险。10号一透早，台南是落起大雷雨，大雨是宣泄不及，溪水是暴涨，甲连德区机场路边仔的便道、延伸小河流，佫出现水冲的基景。它的防守线视同命令，我哪敢过？沟渠的部分是3爷供溪，那没有办法负荷这么大的水流量，所以造成整个从沟渠一直整个满出来了。 除了连德之外，大雷雨是多是上班时间，嘛造成安南区安中路出现积水的状况。但这目前，还个我嘛烦恼啊，个剩1点仔个要引入来啊。警方赶动出动人力维持交通，大连高速公路涵洞的卡嘛淹水，造成大湾交流道北上的道路大塞车。而根据南区气象中心统计，上大的雨量出现在安南区破8毫米。 今天雨量下最多的是在安南地区哈，我们统计到今天的9点已经有下了100多毫米的雨量。那像比较内陆也有70、80的雨量。那我们中西区这边雨量也大概有达到，大概有个80左右。除了台南之外，高雄地区嘛出现大雷雨，别人唔是淹水，连带嘛影响到收成，损失超过2成。我采了8垄，烂了2垄，烂了大概80公斤吧。我们1垄大概40公斤，对。 所以也算蛮损失、蛮惨重的。对啊。拜四西半部天气无稳定，中南部规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。中央气象局嘛针对南部地区以及澎湖、金门发布大雨特报，呼吁民众出门伫外口，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记者王正坤、陈英坤、台南高雄报道。